世界帶路客來看極端氣候升長秘魯的首都利馬，大雨是造成當地水電系統崩盤，學校也停課。美國的印第安納州大雨也造成上無7人死亡，也南韓的慶尚南道這古濟市市區是大淹水，水泵山衝甲大樓，造成上無1個人死亡。一台公車差不多要雨水淹去，車身浸在水裡袂頂袂動。秘魯首都利馬頂禮拜落大水雨，造成當地排水系統卸袂離全崩盤。南部3個地區有數十棟厝甲車路全部浸在水裡，當局緊急宣布災區學校停課。Hemos perdido mis muebles. No tengo mi frigider recién mis hijos me han regalado por el Día de la Madre. Está toditito malogrado. La cocina, todo son nuevos mis artefactos que recién me los han regalado. 秘魯總統藤森惠子親身去到災區視察，而且承諾會全力協助災民重建。另外，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連續幾日的大雨引起嚴重的水災，目前上無已經造成7個人死亡。對着大水漸漸退去，居民回去家園，面對浸着水的厝甲家區，毋但是清理充滿可見，真濟人猶閣無厝通去回去。My lease ends in November, and what sucks is I don't know if I'm going to get my money back. For the next couple months, I hope so. But yeah, I mean, I can't move back in, so I'll have to live with my parents. And as a 23-year-old man, I don't like that. 鏡頭轉到亞洲，南韓南部的慶尚南道古濟市，同款受到大水雨的損傷。北海地風台登陸中國了後，轉做溫帶氣旋一路上北，而且有大量的水汽走去韓國的南部。當地部分地區對拜六禮拜以來累積雨量已經超過800毫米，大量的雨勢唔但讓河川的水大溢出來，市區的車路淹水，而且更加引起嚴重的土石流，造成一棟公寓大樓的1樓予台起，上無有1個人死亡。當局緊急疏開上百個居民。公司新聞，鄭偉玲、吳基聰報道。